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正手入，倒手出。嘛有人讲，正手赚，倒手开。现代人生活真无简单，尤其是有家庭的人，开销搁较上重。逐个月茶水本来，店面都爱摕来纳寡离离扣扣的费用。要的人是踏着时运，当着伊趁钱的天年，逐工趁钱若趁水，毋过煞毋知通要收成，钱一个过手尔，就招朋友去酒家心息。今仔日趁的，拢互伊拍开了了。这句俗语就是讲，正手入来的钱，随对倒手开出去啊！以上，感谢收听。